基美病院中医部主治医师许进佳表示，在癌症的治疗中，化学治疗虽然会用来杀死恶性肿瘤的细胞，但同时嘛带来一连串无适应的反应，亲像恶心、呕吐、身体虚等。其中化疗以后，骹手会麻，嘛是病人常看的副作用。原因是化疗引起的神经病变，因此建议在化疗第2、3阶段以后，介入中医的治疗，会用来帮助来缓解。基本上化疗之后最常出现的一些不舒服，其实包含恶心、呕吐、便秘、腹泻这些肠胃道的作用之外，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手脚麻木，然后甚至到有一些血球的一些变化，然后比如说白血球过低、红血球过低、血小板过低等等的这些状况，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虚弱啊、无力，甚至失眠等等，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中医在帮助化疗病人的时候，其实会比较着重的一些地方，也已经照顾病人很久的一个地方。这样，那其实目前然后我们会建议病人的介入时间有2个，有大概几个。第一个，术后的话，基本上直接介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在化疗药物的使用，我们一般会建议大概在第2个疗程到第3个疗程之后，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前2个疗程的时候，有一些化疗药如果病人以前完全没有用过的话，某一些病人会有一些副作用开始出现。但是因为这些化疗的副作用并不是每个病人都会有，所以有时候在前1、2个疗程的时候，其实西医的肿瘤科的医师或者是西医的癌症的相关科别的一个医师，可能还在确立病人的一些状况，然后其实有时候包含肝肾功能等等，其实都要靠前几个疗程去确定一下这些副作用会不会有可能有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介入的时机，以中医以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大概都会跟病人说，大概在第2个到最安全，大概就是在第3个疗程的时候再开始做介入。那如果病人其实一直以来，比如说他化疗其实已经执行了一段期间，他之前有执行过，那中间停了一阵子，那后来再开始执行的话，这个部分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部分就可以直接开始执行。基美病院自民国98年执行癌症病人中医辅助医疗计划，提供化疗等无适应的反应相关的诊疗和调理，对一档100多名的患者，到现在一档200名以上，真侪病人伫中西医共同的照护下，不止生活品质改善，甚至嘛用来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